哎呀，好耐冇嚟酒樓食飯啊，所以今天才帶您出來嘛。不過今天人有點多，咁你嗱聲同個知客攞位啊！誰？知客喎，喺門口招呼人嗰個咧，好多人以為係知客，但其實正確寫法係知客嘅嗰個知客喎。說我從沒聽過，我們都管它叫前台。唉，終於坐低啦！唉，叫個侍應過嚟啊！叫誰？侍應啊，企堂啊，樓面啊，後生啊，伙計啊，唔知咩？哦，您說的是不是方墨遠？啊，得，就叫佢過嚟啊！過嚟寫嘢。什麼東西啊？寫什麼嘢啊？有啲差唔好同我爭啊！我睇數。那又是啥呀？你記得啊，留翻個超軍位啊！那又是什麼位置啊？上菜位咯。點解啊？超軍出菜啊嘛。哇，仲未點嘢食嘅？因為爺爺一直在說一些侏羅紀時代嘅粵語。阿老豆啊，你嗰啲粵語冇人明㗎啦，邊人記得嘅啫？點可以唔記得啊？你要人服務你，要人寫嘢，要人睇數，咁你點嗌啊？簡單啊，我哋而家都咁嗌嘅。唔該，唔該啊，唔該。